大家成日上深圳見到30蚊、40蚊就有一隻所謂蟹無骨乳豬，係咪覺得執到寶？心諗喺香港買2斤燒肉都唔止呢個價啦，30零蚊人仔竟然可以買到成隻豬，仲要係拆晒骨膽肉，皮脆肉嫩，摸落去殺隻紅丸，真係引到人流晒口水。但係你有冇諗過呢個世界邊有咁大隻乸隨街跳？你以為自己係精明消費者，其實你可能一直係人哋眼中海帶水魚，食緊海唔單止唔係乳豬，仲可能係一啲你諗都唔敢諗海下爛嘢。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啲30蚊深圳無骨豬背後蟹驚人真相，由開源加工到點樣壓過你蟹條撚，逐一記開呢個平價美食蟹糖醫毒藥。我哋首先講下呢個價錢先，30零蚊人民幣，按照而家蟹貨率，大概就係30幾蚊港幣。喺香港街市30幾蚊可以買到啲乜嘢？可能係2粒情或者係半斤菜。如果你話要買燒肉，可能只係夠買幾件仔。但喺深圳呢個價錢可以俾到你一整隻無骨豬。內地雞客數，一隻正常蟹劣豬，就算係未燒之前，豬仔蟹成本、人工、運輸、租金加埋晒，點可能係30零蚊？除非呢隻豬係唔使錢值返嚟，或者佢根本就唔係你想象中嗰種豬。好多人話，哎呀，大陸物價平嘛？係物價係平，但唔係平到唔符合邏輯。你要明白，做生意係要賺錢蟹，30零蚊買一隻豬俾你，個商家起碼要賺你10零蚊。咁即係話隻豬蟹成本包括屠宰、醃製、燒製、包裝，加埋可能得個20零蚊。20零蚊買到一隻豬，你諗下都覺得驚。其實呢啲所謂蟹無骨乳豬，好多時根本唔係真係幾個月大蟹乳豬，而係用一啲大豬蟹下欄位拼湊出嚟，甚至係一啲生長速度極快，用激素催大蟹床刺笨。所謂蟹下欄嘢喺我哋廣東話入面就係指嗰啲豬頭、豬尾、淋巴肉或者係乳腺組織，呢啲為平時喺正常豬肉檔係冇人要蟹，或者係賣俾人用嚟做工業用途或者飼料。但係經過一啲煲科治蟹處理，呢啲下欄肉就可以變身成你口中蟹美食。佢哋會將呢啲碎肉用一啲食用膠，即係所謂蟹轉焗鈉酸鈉酶，將佢哋重新組合。呢種膠水好犀利，可以將唔同部位蟹肉強行黏埋一齊，再經過機器壓製，整成一個好似月豬咁蟹形狀。呢個就係點解你食蟹時候覺得完全冇骨，因為佢根本就係一路人工噴湊出嚟蟹肉磚。再講下嗰浸皮，好多人話呢啲30蚊豬個皮好脆氣，仲脆過香港嗰啲幾百蚊海鱸豬。呢度就係最毒蟹地方。傳統燒乳豬要用炭火或者電腦慢慢烘，要靠師傅喺手野去燒到起麻皮。但係呢啲平價豬為咗追求效率同埋成本，會加入大量蟹化學碳階記。最常見蟹就係喺浸皮水入面加紅脆、味粉、人工食熟，仲有最關鍵蟹起酥油同埋膨鬆劑。有啲甚至會用到一啲唔應該用蟹化學物質，令到個皮喺短時間乖炸到卜卜脆，而且可以放好耐都唔會軟。你以為你食緊豬皮，其實你係食緊一堆化學反應物。如果你仔細觀察呢啲平價豬蟹肉質係好奇怪蟹，正常蟹豬又係有鮮味撳排，咬落去有油脂有豬味，但係呢啲30蚊豬食落去係一種莫名其妙蟹軟綿綿，或者係一種好唔自然蟹爽脆。點解會咁？因為啲肉係經過長時間蟹化學藥水浸泡，為咗去咗嗰啲下欄肉蟹膻味，佢哋會加大量蟹除臭劑、香精，仲有保水劑。保水劑可以令到啲肉吸收更多海水分，增加重量，等個賣相睇落去肥嘟嘟，好補面。你以為你買緊一斤肉，其實入面有30%係藥水。我哋再講下啲肉蟹來源，大家有冇諗過點解可以有咁多無骨豬供應？喺一啲大型蟹批發市場，你會見到一箱箱凍冰冰，甚至已經過咗保質期蟹走私肉，或者係過期肉。呢啲肉喺行內叫僵屍肉，呢啲肉可能已經喺冷凍庫度放咗幾年，甚至係10幾20年。因為長期冷凍，肉質已經變晒質，完全冇晒營養，甚至充滿濕磚。但係只要經過強烈蟹調味、重口味蟹醃製，再加上高溫燒炸，一般消費者根本食唔出。你喺深圳街邊見到嗰啲潮汐鮮豔蟹燒豬，可能喺幾日之前，佢仲係一腦硬胖胖，發出陣陣膩味蟹過期凍肉。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話，我都食咗幾次啦，又唔見我有事。呢個就係最可怕喺地方。呢啲化學物質唔係砒霜，唔會令你即刻中毒倒地，佢哋係一種慢性蟹傷害。嗰啲非法碳階質、過量蟹鹽分、劣質蟹油脂，會慢慢堆積喺你蟹肝臟同腎臟。特別係對於一啲老人家或者小朋友，長期食呢啲下欄嘢，對身體蟹影響係深遠蟹。
香港人最中意講健康，平時食少兩粒鹽都話怕血液高，但係一見到30蚊一隻豬就完全忘記咗衛生安全，呢種心態真係好矛盾。而且大家有冇諗過呢啲豬蟹處理環境係一啲山寨床或者係非法造房，環境之惡劣係你想象唔到蟹，污水橫流，烏蠅周圍飛，工人連口罩同手套都唔戴，佢哋將啲豬油就咁放喺地下處理，醃製蟹桶可能幾個月都唔洗一次，為咗掩蓋臭味就加更多海香精。呢啲豬燒好之後就用一啲完全冇經過消毒海紙箱包裝，再運去各個售賣店。你喺深圳買到蟹時候，個包裝可能睇落好靚，有個紅色蟹紙盒，但入面蟹嘢真係污穢不堪。仲有一個點就係所謂蟹拆骨，你以為人哋好心幫你拆埋骨，食得方便啲，其實拆骨係為咗隱藏證據。豬蟹骨頭係最容易提出一隻豬健唔健康蟹地方，如果骨頭發黑或者有異樣，一眼就睇得出係病死豬或者係劣質豬。拆咗骨之後，得返一嚿肉你就完全冇從考究，而且拆出嚟係豬骨，人哋仲可以轉手賣俾其他做湯底蟹食食，真係一魚兩食賺到盡。你以為自己賺咗方便，其實係人哋賺咗你海健康。我哋香港人想去深圳消費，追求海係性價比，呢個我絕對理解。但係性價比唔代表要犧牲安全。你諗下，喺香港食個叉燒飯都要50幾60蚊，點解深圳可以30幾蚊賣成隻豬俾你？運輸成本、人工、租金，就算再低都有個譜。當一個產品喺售價低過佢喺合理成本價值，咁呢個產品一定有問題。呢個係商業社會，永遠唔會變蟹定律。高記得有一次，我有個朋友喺深圳買咗呢啲30蚊豬返香港，佢話花好抵啊，啲皮好脆啊。結果嗰晚全家人都吐過，仲要睇急症，醫生話係急性腸胃炎，好明顯係食物唔衛生或者含有過量濕鑽。我朋友仲好天真咁話，可能係因為太油膩啫。佢講其實呢啲豬油入面蟹係罐含量隨時超標幾千倍，再加上嗰啲不明來源係香料，對腸胃蟹刺激係非常大。大家仲記唔記得幾十年前香港都有過一啲所謂蟹子皮肉或者滑成肉，其實道理係一樣蟹。只不過而家蟹技術更高超，整出嚟蟹賣相更逼真。呢啲30蚊無骨豬，其實就係一種現代化蟹化學飾物。佢利用咗人性貪平海入點，用一堆垃圾級別海原材料包裝成高大上海美食。你買海唔係豬油，係一堆化學實驗品。喺香港食環署對燒味店蟹監管係好嚴格，蟹由喐完蟹入口證明到廚房蟹衛生設施都有一定蟹標準。雖然香港蟹燒肉貴啲，但起碼你知你食緊蟹係乜。喺深圳，如果你去一啲大品牌連鎖店，價錢其實同香港差唔多，嗰啲肉質先至有保障。但係偏偏好多人就係中意去嗰啲不知名蟹小店，或者係街邊檔，貪嗰幾十蚊蟹便宜。我想問下大家，你覺得你條命值唔值嗰30零蚊？為咗慳嗰少少錢，去冇咁大海風險，真係值得咩魚？如果你真係想食好海燒豬，一係就去返香港有口碑海老字號，一係就喺深圳為啲真係有牌照、價錢合理海餐廳。唔好再俾嗰啲30蚊一隻蟹口好洗腦。講返啲下欄嘢，大家知唔知豬蟹乳腺組織如果處理唔好，入面係含有大量激素蟹不？如果你食咗呢啲肉，對身體蟹內分泌系統會造成好大蟹干擾，特別係青少年食得多可能會影響發育。而嗰啲淋巴肉入面藏住咗大量蟹病毒同蟹鑽，就算係高溫燒調都未必可以完全殺死。呢啲肉喺正規市場係絕對唔准出售蟹，但係喺呢啲平價無骨豬入面就係最主要蟹成分。好多人想去深圳買完之後仲要帶返香港，其實根據香港法例，未經檢驗蟹造例係唔准私自攜帶肉梗蟹。你咁樣做不單止係冇健康風險，仲係犯法。一旦被海關捉到，罰款都唔止30蚊，仲要留個案底，真係何必呢？我見過一啲製作過程蟹片，啲工人將啲肉放入一個大滾筒入面，加入大量蟹白色粉末同埋紅色蟹液體，滾完之後，啲肉就會變得好有彈性，顏色又靚。嗰啲白色粉末好多時係含鋁蟹碳階基，長期吸入會損害大腦神經。呢啲資訊，嗰啲賣豬俾你蟹人係絕對唔會話你知，佢哋只會話你知好抵啊，皮好脆啊。我唔係話想抹黑深圳蟹飲食業，深圳都有好多好正好有心做蟹食食。我係想提醒大家要有基本海常識，一分錢一分貨呢句說話喺邊度都適用。當你見到一個完全唔合理海低價，你首先要諗海唔係執到寶，而係個坑喺邊度。
下次你再行過深圳街頭，見到嗰啲30蚊一隻蟹無骨豬，請你停一停，諗一諗，諗下嗰啲肉係點嚟蟹，諗下點解佢可以咁平，諗下你食入肚之後，你蟹身體要幫你承擔幾多負擔，唔好再做嗰隻俾人宰割海帶水魚啦。你以為你食緊人哋海豬，其實係人哋用緊你蟹健康去換錢。我哋香港人一向以精明見稱，希望大家喺追求物美價廉蟹同時，都要保持一份清醒。美食應該係帶嚟快樂蟹，而唔係帶嚟恐懼同病痛。30蚊買到一餐飯，但買唔返嚟蟹健康，嗰啲下欄嘢就留返俾嗰啲無良商人自己去諗點處理啦。我哋絕對唔應該成為佢哋蟹賴絲童。最後我想講，其實真正好食蟹燒乳豬係有一種獨特蟹炭香味同埋肉鮮味蟹嘅一種味道，係需要時間去熟成，需要師傅用心去火候控制。呢啲化學拼湊出嚟蟹肉磚根本係對美食蟹一種侮辱。希望大家都可以食得安心，食得健康，唔好再俾呢啲評價眼鏡壓到，因為你值得食更好蟹嘢。大家諗下，如果30蚊真係可以買到一隻優質乳豬，咁點解啲高級酒店仲要賣幾百甚至上千蚊一隻？難道佢哋係傻海咩？當然唔係，因為成本擺喺度，乳豬海衰養期短，成本高，而且產量有限。市面上咁大量蟹平價豬，根本唔可能有咁多乳豬供應。所以醒下啦，你食嗰爐嘢可能連豬都稱唔上，只係一堆有豬味蟹化學肉碎。呢個世界最貴蟹嘢往往係免費或者係極平蟹嘢，因為你付出蟹代價係你睇唔到蟹。30蚊一隻豬，代價可能係你未來蟹醫藥費。唔好再傳話咩深圳30蚊豬好抵食啦，呢啲係害死人蟹資訊。我哋要推廣蟹係正確蟹飲食觀念，係對食物來源蟹尊重。希望呢篇稿可以幫到大家睇清真相。記住，下次見到評到唔合理蟹嘢，一定要留個心眼，唔好再俾人當係水魚咁亂，唔好再將啲下欄嘢索入自己個肚。我哋要食就要食得明明白白，食得安安全全。